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！快，把孩子抱到床上。来，怎么拖这么晚才送孩子过来啊？前几日孩子还只是有些不舒服，这城里的医馆人满为患，始终轮不到我们，我只好让他先忍忍。其实，你先别哭，孩子还有救。苏姐姐，把我们制的1期单拿过来。你日日陪着孩子，自己要注意预防。这1期单日后，家人每日1颗。感谢医生。医生，孩子醒了。来，连服3剂，既生冷刺激之末。多谢医生，多谢医生，你真是活菩萨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夜深了，快带孩子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食欲未散，一定要捂好口鼻。谢谢。此役刚起时，我们备了那么多药材在库里，继续放在后院，怕是要惹虫蛀，不如转给别的医馆，这样既能解他人燃眉之急，也可换些银两支撑我们日常开销。甚好。无论这些药材去到哪间医馆，只要能帮上病患，那便是物尽其用。快！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家医馆。不知几位是有何事？哦，我阿爷说你们这能治10亿。我听说就是你们治好了一个邻家孩子，我们也是来求医的。还以为又是来找麻烦的。没有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请先入座。来，东家，真娘，你也染了10亿。怎么吐了？医生，新月，你快来！怎么回事？他们刚才吃了什么药？这几位的病情较为严重，刚刚为他们服了葛根秦莲丸。你可有眉目？好像和10亿有些许差异。确实10亿，但是有……我就不该相信你们。果然这女科馆能治什么病，还不如不治。走。诸位请先留步，我们开的药对症无误。现在10亿突变，必有外因，请容我查明病因。我可先为大家施针来控制病情。疯了吧？还在这儿胡言乱语！我家娘子都要呕血呕死了，你还说不是药的问题？你当我们眼睛瞎了不成？走。大家请稍安勿躁，先容我施针，稳住大家的病情。诸位，我愿意相信姨娘子，姨娘子救过我2次，我信她。若是大家仍存疑虑，我愿让姨娘子先为我施针。燕哥，帮我拿针。来了。针灸虽暂缓了呕食，但脉象仍躁乱无根。你可否愿意在女科馆暂住2日？我也想，可是家中还有幼子需要照料，况且婆母心丧，夫君还要忙着料理后事，我怕他一人难顾周全。你婆母刚走，可是因为10亿。那她去世的时候，可也有呕黑血之症。
有，他身上还出了些紫斑，发黑。他走前那一晚呕得厉害，小腹胀如鼓，我给他揉过，硬得很。燕哥，检查一下大家身上是否有紫斑、发黑、小腹发硬。有紫斑，发黑，新月。每人都有，该如何是好啊，新月？二位家中是否有亲眷去世，一直停尸家中？我阿爷走了3天了，本打算好好安葬的，可如今这个时候，入殓师傅也逼着走。我明白了。诸位，家中是否有家眷未葬？有，我家有，我家也有。容我说，这些尸体需拉到一处集中焚烧，诸位可愿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？治不好病，便说是尸体作祟。家中有人去世，必须停病3至7日来处理后事。如此草率的处理遗体，还将所有尸体一起焚烧，这骨灰都混在了一处，我们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呀？就是啊。诸位，请听我说，听我说，高姐，正是因为家中停尸，这才致使疫毒蔓延。若不及时处理，一人亡故会连累全家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今日烧其形骸以绝一元，胜在100年后犹存香火。但若因一时之效，致使意气横行，那便是以孝之名行害众之事。什么女科管，一群庸医，我们不要听他们的。大家先别走，别着急啊！诸位留步，大家先别走，别走！真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怎么办啊，西月？云娘子，我相信你是好心，但是此事有关祖宗体面，我因妇道人家，实在做不得主。对不起，东家。世人自有执念，难以周旋。他们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自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我既已知根源，又岂能坐视不理？你想怎么做？联合城中各大医馆，让大家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若如此放任下去，时宜便再无根除可能。可大多数人礼教观念根深蒂固，岂会轻易改变？难道他们不怕死吗？人心中固有的桎梏，不是一场病就能打破的。那我便去报官，就算世人恨我也不能置他们的性命于不顾。我就不信官府会对这长安城所有人命视若无睹。如今怎么办？他既已做了选择，我们作为挚友，就应该支持他。燕哥，你就按新月说的，去其他医馆游说，争取支持。我即刻去联系其他士绅名流，设法在城中制造舆论。若民间呼声足够，官府定然有所回应。四郎君，女科馆就先交由你暂为主持。尚书大人，新月，云州也在。大人，城中时疫已近半月，百姓却药食无效，致使仁安堂药材紧缺。我已询过京兆府和行会，也恳请大人能施以援手。大人，我来也是因为疫情如今蔓延迅速，我已经发现病症的根源。好，速速道来。因为百姓将亲眷的尸体放于家中不下葬，又不懂得防疫之法，致使疫气蔓延，传染无数。亲人去世，在家中停灵守孝，本是人之常情。可是，
如今义气随府气升腾，一户染病，10户遭殃，孝心反成了屠刀。大人可否寻同僚共商此事，劝谕百姓从简治丧，及时下葬？此事非同小可，若贸然下令，恐惹动民怨。但若放任不管，疫病蔓延，长安的百姓皆会陷于水火。的确，郎君所说的商队入城一事，我会同监门卫传信，但这大规模的焚尸，还需向圣人禀报，共同商议。此事关涉礼制，若是处理不当，恐起民怨。儿明白，只求大人能和圣人铲清其中利害，不让议事礼法酿成千古遗恨。这你放心，我即刻入宫面见圣上，将议事之利害向圣上一一陈明。谢大人。看看嘞，你有心事啊？连我都不能说吗？不平。我今日刚得知消息，柳氏在被押往大理寺的途中，被人救走了。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，要不这几日先让阿农跟着你。此刻疫病蔓延，你身边正是缺人手的时候。阿农跟着我在医馆，反倒容易添乱。你放心，他们都在我身边，不会让我落单的。你相信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走。燕哥，怎么回事？我根据你的想法，四处游说其他医馆，希望联合众人的力量劝说百姓。可他们都不想担着麻烦，亦或是根本不信我所说的。我们能做的都已做了，不必自责。路还未绝，这城中总得有人站出来。明天我会让仁安堂全力配合，家中停尸者不予施救。但是这样是否太激进了一些？如果目的是救人的话，手段就不必拘泥温吞。况且，太医署此前发放的广剂方中，有一个胀疟方和散寒救急散，其救治方向和10亿的症状对应。郑疟。胀疟皆有山息、湿热、毒气，
运结熏蒸而成，寒热如疟，或日日反，或见日反，毒气内破，血瘀髓枯，疟邪未深，速攻可愈。若毒入膏肓，虽有神方，难救清退。怪不得长安这些时日阴雨连绵，街上的积水坑都发绿了，蚊虫都比往年多了3倍。但凡染者，3日内寒热交替，7日内必呕吐泻血。长山抗日，草果化湿，槟榔杀虫，后破里气；青皮化痰湿，陈皮可协助后破，甘草可治长山毒性。此方寒温互补，下气导泻，对疟虫可谓是见缝插针，甚佳。那我们就叫它七宝饮怎么样？再好不过。另外，对高热抽搐者，即刺石宣穴，放血泻热；持续瞻望者，点刺放血，清热醒神，抗邪。好。大家别急，每人2颗，用沸水送服。别喝生水啊，衣物要晒透。来，每人都有。后面别挤啊！按着方子，每日按时送服。你所列的单子已经全部帮你备齐，七宝饮所需药材，每类皆有100斤。幸亏有你。圣人已准许你的提议，林娘子尽管施展，官方会尽力配合。殷娘子，我已连泻3天，快不行了。让我看看您的舌苔。大家放心啊，这病能治，只要不喝生水、勤消毒，就不会被感染。每个人都有，劳烦大家耐心排队。哎，都可以预防的。大家在这边排好队啊，在这边，这边，别着急，大家排好队。这不是之前带着尸体来闹事的行会会长吗？不是说女科管害死人吗？怎么自己也染上了，还跑这儿来求医啊？是啊。我错了，听说殷娘子这里有能治10亿的药，特来求药。会长，你就不怕我下毒害你啊？殷娘子大义，定不会与我计较。我愿将库中余药尽数全出，只求赎罪。请殷娘子赐我7宝鼎，以解10亿之苦。拜托了。多谢。殷娘子仁心济世，我等凡以小人之心躲之，实乃羞愧难当。往后女科管若是需要任何帮助，尽管跟行会提，便是天大的难处，行会也当竭力相助。
身为医者，自当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而非以回报为先念。好，说得好。其实，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。是的。此役非寻常疟疾，乃瘴毒裹挟寒湿而成，必须速治。女科馆应拟出方略、实证，望大人联系京兆府，散播告示，令百姓知悉防患之法。疫起于浊气，救急于清源，需净化井水，阻断疫气源头，投掷明矾、硫磺，可沉淀消毒。每日清扫街道，焚烧苍竹、皂角，去秽。尸体必须以石灰覆盖后焚烧，阻断传染源。我们这么早来拜访，各位娘子若是不在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没事儿，我们等等。殷娘子，殷娘子，出来！好。新娘子，如今议事得空，大家都感念几位的日夜辛劳。多谢殷医者救命之恩，一点小小心意，还请收下。对不住两位医者，当日是我长了下，误会了你们的良苦用心，险些因偏见丧了性命啊！哎，一点心意作为谢礼，一时道歉。啊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作为医者，为大家看诊治。怎么了？好了，不哭了。我高兴。我们也高兴。哦，对了，杨哥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，给我。快打开看看，是什么呀？托起文书，是托起文书。现在你就可以，你们都知道了。苏姐姐，那你……其实沈渊被抓进大理寺时，我就去找过他。他不愿意和离，我就狠狠打了他一顿。大娘子，喝药了。
你还是不愿叫我一声阿娘了。是大娘子定下的规矩，我只是听从吩咐罢了。如今我已经不是萧家的大娘子，石安，你可以叫我阿娘。郎君心里啊还是记挂着您的，他只是性子倔强，不善言辞。那日官差将您移交刑部时，为了救您，郎君还受伤了呢。让阿娘看看你的伤。皮外伤罢了，我是个医者，自会照料自己。大娘子的伤势未愈，还是应该保重自己要紧。喝完药，早些休息，夜里风凉，莫要再加重了病。这些年是阿娘对不住你，我真的想让你出人头地，我不想你走我和你阿爷的老路。你有天赋，不该被埋没在那小小的医馆里。大娘子不必再说这些，往事已矣。如今大娘子落得这般下场，还望好自珍重。过些时日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会想办法送你南下，远离长安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走不了。如今已无人能护你周全，南下是你唯一的生路，莫再执迷。郎君亦是为您着想啊，想我半生筹谋，才能如此淹没在江南烟雨中。他不懂，这局棋下到今日，早已不可善终。给大娘子请安。司郎这玉蝉倒是十分别致呢。这是我阿爷留给我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佩戴合适，放在袖中老吊住了。你阿爷？啊，对，他回老家之前教育我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可得收好了。这一看就是早年长安富贵人家才会有的东西。说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让我好好保管。看来司郎祖上亦是显赫的门庭。两位，
我已经知错了，两位就放过我吧。你不必紧张，今日唤你来，只是有一事相问。你膝下可有子嗣啊？有一双儿女，小的才3岁，那大的呢？7岁了，和他阿娘最像了。那你可认识司向庭？司什么？好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哎。司向庭有血是假的，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医者，但早早就去世了。此前他在城外一处别院里待着，那所别院正是柳家的，而且他的生辰和柳氏曾经闭门养病的时间正相吻合。柳氏，私生子啊？看来是柳氏当年未婚先孕，看不上四郎家出身寒微，所以才找上我阿爷的。若他与柳氏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要一直帮我？况且也从未做出任何对女客馆不利的事情啊！难道你忘了，从天而降的砒霜，差点让你被打死在京兆府？去往南边的商队，我已托人打点妥当，你只需藏在货箱夹层，裹紧黑布，莫出声。我说过，我不走。你若是留在长安，数罪并罚，侥幸是迟早的事。我那日救你出来，不是想看你再回大牢的，更不愿看着你赴黄泉。我若走，你当如何？你会和我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未尽之事，待我办妥之后，自会南下寻你。世安，你可否再唤我一次，阿娘？南下等我。看来你们都知道了。为何来女科馆？目的是什么？一开始他只是想让女科馆开不下去便好，后来我见他对你起了杀心。身为医者，我做不到见死不救。看着你们日夜守在医馆，一碗药，一碗粥，亲力亲为，连最脏的脓疮都亲手清理。看见你们日夜为那些女子奔走，就像一束光，照进我从未敢直面的黑暗。我开始厌烦自己撒的谎。那你为何往医馆药柜里放砒霜，来陷害我？或许是我流淌着他的血，便也沾上了他那阴狠的性子。他反复地提醒我，让我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我是他唯一的儿子。我理解你的挣扎，要经历多少彷徨，才能摆脱血缘关系带来的枷锁？谢谢你，姨娘子。直到现在，你都没有责备我一句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责备也没有用。思君，你不必以他的儿子自居，你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你终会选择良知与光明。我曾彻夜难眠，想着，若生在别的人家，或许就能坦荡地走进这女客馆，堂堂正正的叫你一声阿姐。可我终究走错了路，我会离开女客馆，以所学医术偿还过往的罪孽，也算替我自己寻一条归途。
那燕哥呢？想好怎么对他说了吗？我还没想好。明天也给他一个坦荡的交代。新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临危不乱，带领我们抗疫。感谢苏姐姐，跑遍整个长安城的药行，才借到的药材。感谢燕哥以身涉险，四处搜寻疫病的源头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研制出药方。感谢四郎熬夜制药，陪我看病坐诊。感谢阿农，挺好的。当然了，还要感谢我的云州，联合各大药商，让百姓知道在家中存尸对疫病的传播之害。好了，经过这场11啊，我发现我们团结在一起，竟然可以做这么大的事，能守护这么多的人。能和你们一起行医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往后，请继续多多关照。敬生命，敬真心，敬自由，敬苍生，敬希望，敬大家。是人，都是在女子的裙摆下诞生，绝不许女子的裙摆随风飘扬。但是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昂首迎风而立，不卑不亢。没错。保持温热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对啊，是你照亮了无数暗夜行路的人，也包括我。那便让我们继续做点星火般的事。可是，前路漫长且未知。我愿与你携手，共赴前程。你爱我吗？我爱。
那你呢？我爱。珊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燕哥，我想去游学。可是，我拿到脱籍文书了。恭喜你。恭喜。可是我舍不得你啊。这世间有许多事不可求，求不得。我有执念，难以自度。执念，说是我想强求的。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们一起向前走。对不起，我想去寻艺术最高之处。你撒谎！你看着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配不上你？是不是因为我有那些抹不掉的过去，我永远也配不上你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配不上你。可我留不住你啊！我留不住你。下来！火了！苏姐姐，起火了！苏姐姐，大哥，快！
玉娘子，可否帮我将这枚玉钗交予燕哥，告诉他，她是这世间最好的娘子。这是他想让我交给你的，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。他说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小娘子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，或许我就不会留在女客馆，也不会结识你们。你醒了，你不是要死于其时吗？你不是要吃地球人吗？你醒了。萧景逸，贱人，都是你！你毁了我所有的计划，你们全都该死！为什么死的是我儿子，不是你们？那不是你儿子，你根本不配做他母亲！你们全都该死！刘氏的家不该你来抢的。命运弄人，他背负了太多无法挣脱的因果。或许如此，才能解了他的执念。这一切就像是泡沫，一触即碎。你是受了多少的折磨和委屈？这些都是百姓给你的信函，我都替你看了。有些写的七扭八拐的，很是好笑。还有小娘子不识字的，就给你画了许多画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也给你写了信，你要是看到了，便托个梦来好吗？此生无悔，唯愿山河无恙，世人安康。燕哥，忘了我吧。
秦丹，英伯父的尸首找到了。大娘子，还是别看了。银二郎尸骨残缺不全，有多处野兽啃咬的痕迹，头颅亦有残缺，只是在尸骨旁找到的。阿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去？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还。这世道混乱，自有去平定的人，我不想让你去以身犯险。还债之事，可不是我们清代人做的，你只需做你想做之事。胡人从未表露过怀疑过。那你刚刚和萧伯父，你们说，你们……没事的，只是生意人一贯会做最坏的打算，你不必过于忧虑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。清代不是一直想要波斯的布料吗？等我回来，给你带一批最好的宝石织锦。真的？那好吧，阿姨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放心，一定会的。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，别担心，好好歇歇吧。我阿姨，她对我说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她让我等她，她会给我带回来最好的织锦，还有我想要的首饰。她都没去过女客馆。院长。我没有家了。没事，我一直陪着你呢。萧府就是你的家。这封信是从燕府找到的，看来伯父他早就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清代，若你读到此信，必是父亲已无法归来之日。此生与你成缘，虽未能伴你致远，然心无憾。我所爱之女，当以己心为灯，不依附，不困顿，纵风波起落，亦能独立行路，勿悲，勿念。愿你一切安好，平安喜乐。唯愿来世仍做你父亲，替你唤一声阿爷。没事，有我在。阿爷，传圣人口谕：长安一起，民不聊生，朕忧心如焚。
幸得女科馆怀济世人心，献于秘方劫虐七宝饮和抗疫之法，长安得以转危为安。今特赐匾额，以彰其功，令赏银100两，用于扩建医馆，广施良药。疫病虽退，人心长存。望百姓铭记此馆救苦之恩，世代传扬。谢圣人隆恩。好的事啊！太好了，心月，这下重建女科馆的钱总算有着落了。放心吧，女科馆与我们有救命之恩，我们自当鼎力相助。我亦献上家中木料，为医馆添一梁一柱，大家都会帮忙的。我们都来帮忙，都会来的。多谢诸位，今日先请回吧。好，一定来帮忙。肯定来的。是啊，走，真好。抗疫亦有4郎的功劳，我们要好好的缅怀他。